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文碧珍，又到我的好好运动的时间咯。一下我的等等碧珍老师先来做运动。一开始我的来两只脚打开，好，同样的髋关节用按开来吸气，吸气，吐气，把你的身体往上带，等候，慢慢的不用松下来。好，吐气，再一次吸，做到等候，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松我们整个背部的筋膜哈。好，来看哪个侧面哈，来一样，慢慢的下巴收，好，一节一节的，然后要等为背弄，然后到腰骨，好，个思路也到位，慢慢的不用松下来。一面走一面调整呼吸，好，要的个膝头做的微弯，好，不用松，要的为膝盖，然后再慢慢的下来，第一摆先慢慢的再走，再松来，好，一节一节的调整呼吸，然后到我们的肩膀，整个身体，等候，好，做一摆，慢慢的吐气。一节一节，从要的背弄，好，从肩颈背弄，慢慢的到要的腰骨，一节一节的放松。我们知道要的背弄，要的为太脚臂后背，到小脚臂后背全部都会很有一些很的感觉，好，你就让它自己放松。来用技术，好，互相抱着。好，头点头，放松我们的头部，还有颈部的肌群。好，转头，一样调整呼吸。好，再不用松，慢慢的一节一节，从我们的背弄，腰骨的地方，一节一节，再慢慢的起来，然后到肩膀。然后双手往上带，肚子数一下，再往后，等候，肩头再不用强松，今天我要的为暖身，就先做到要到位。暖身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教大家雕塑我们的核心，有没有听过人鱼线啊？好，就等碧珍老师来练一下，的为人鱼线。好，一开始呢，要用保守球，没空用哦。好，我们把它撑在上面，用个数，然后走的来发呢，好，的先侧面，好，这样支撑起来，然后的外侧的脚。好，这样撑住。好，训练一下，你就摸吃看呢。好，你的整个体侧，好，最下面这个肌群训练到很多。走的来发，然后要的位数，好，拉起来，肩膀放轻松。好，感觉到你的这边，好，我们的人鱼线的训练。好，来吐气，吸气。很好，慢慢吐气。好，你发现在发抖，所有的训练都有都会训练到哦，好，非常好。按你等候，好，这样就训练踢着通着，好，练后跟它的伸展一下，把我们的体侧拉筋一下，好，拉一下我们整个侧面，好。一运动后就立刻拉筋，好，我们这样线条才会好哈，非常好。调整呼吸，好，左腿的弯片，然后的会翘的弯片，好，用的会做数，把用的做数，不用出去，一样上面的脚跨到前面。好，也较强松的，好，训练。一开始我先撑住，没先去感觉，要到位，
人鱼线的体侧，游泳圈的地方有感觉，然后慢慢老鸭的手往上推，很好，加上动态的往上吐气，慢慢的吸气下来，非常棒，有感觉，尽量老鸭的身体稳定，尤其是鸭的核心的部分。等候哦，再一摆，非常好，好，挺头都要到位。好，做完我们来拉筋一下，胸腰，好，把我们的身体撑起来，有更光要鬼片呢，然后给延展开来，调整呼吸，肩膀再放轻松。等候哦。好，要找出 T 级的动作。来，接下来呢，来增加一点点的难度哦，不用下来，不用到 U 片。好，今天呢，的两级数，两级脚呢，就一前一后，这样撑住。好，一样找到你的身体的重心线。好，两级脚，你吃到按呢？好，还可以吗？这样支撑住，很好。调整呼吸。好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再可以的话，用几脚背背。好，并拢。可以的话，我们做动态的。调整呼吸，撑住，很好。好，撑完之后，我们再来换边。头哈压片周太干哈，我们先来拉筋一下，好，拉一下侧面，要通着，你可以拉到我们整个体侧。好，阿里亚个数呢，可以放下来一点点，调整呼吸，周太来发头看天花板，等候，好，周太要弯片，一样手肘支撑住。两只脚一前一后变成一个铁三角，好，安尼较稳定，好，撑住，可以的话，然后慢慢做下上，非常好，好，要到动出力咯，往上吐气，往下吸气，非常好。长的，做的来发两只脚，起到背背，也是这样支撑住。好，练完之后呢，胸腰来弯片，拉筋一下，两只脚伸向我们的右后，伸向左上方，看一下我们的天花板。可以的话，手再放松下来。要的师傅再抽看下来的位，伸展更多我们的体侧。好，头脑空，天空，调整呼吸。好，非常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有第3个动作。好，来看一下哦，手支撑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试试看哦，两只脚背背通走，可以的话。这样支撑起来，加上你的脚。好，如果一开始没有办法，我们就先做这个动作就好了。好，加上手，往上的时候收起来吐气。等候，非常好。4，加油，撑住。6。7，好，撑住，做完放松，拉筋一下下，可以的话把你的手撑起来，肩膀再放松，伸展我们的体侧。好，来，的再弯片，好，手支撑。
一样支撑住哦，2只脚哦。好，手拉起来，上，加油。3，最重要的是你这个地方有撑住哦，哈。4，非常好。5、6，加油。7，非常好。8，好，做完之后我们来放松一下。好 ，Q 用把它撑住，把我们整个体侧拉长，非常好。肩膀再放松，调整呼吸，很好。感觉你给整个体侧都被延展开来，非常好。好，来，现在我们再加油，试着增加难度的动作哦，哈。黑周的雷发，我们把它撑起来，加上身体，一只手，一只脚。走膝摆之后，加油！4，再4次，加油！3，等候哦。2，好，踢，非常棒。好，周特要绷片，好，一样支撑住，利用肌脚，背了，然后脚抬起来，延伸。2、3，很好。4，再来4，第3拜，有6拜哦，加油哦！好，最后一次，好哦，恭喜大家做完了。现在2只脚，我们站起来，好，提起来，2只脚比肩膀再开一点，右脚弯曲，把整个身体拉长，手支撑，感觉整个体侧被延展，头转向天花板。停住10到30秒，非常好。刚刚要整个体侧，好都被延展放松。好，慢慢的换边，好，往我们的左脚弯曲，手肘支撑，好，往外，头看天花板，调整呼吸，让我们整个手肘、肩膀、髋关节、膝盖到脚踝都一直线。好，慢慢收回来。好，同一下要的肩头，放鬆一下。大家這邊做到動好哦。大家先休困一下。